我希望1月11日的总统跟立委选举也能够有好的基础，能够有好的成绩。我希望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就是韩国瑜。可是现在郭台铭好像要脱党参选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对各种风吹草动不会评论，一定要先确认以后，我才会有一些想法。那确认了吗？谢谢大家。郭台铭联络了吗？谢谢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国民党是不是整合破裂了？来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那么。各种讯息都有，所有的讯息都应该确认以后，我才能够做处置，不能只是风吹草动，我就要去发声，来评论，这也不好，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是要团结，才能够在公平的选举当中获得圆满的胜利，就如同去年2018年一样。我们在9合1大选里头赢得全面的胜利，这是40-50年来最大的胜利。从22个县市赢得15个县市长，22个议会得到了19个议长，没有贿选的事件，没有选举诉讼，没有选举纠纷，而能够赢得光荣、全面的胜利。我希望1月11日的总统跟立委选举也能够有好的基础，能够有好的成绩。我希望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就是韩国瑜。可是现在郭台铭好像要脱党参选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对各种风吹草动不会评论，一定要先确认以后，我才会有一些想法。那确认了吗？谢谢大家。郭台铭联络了吗？谢谢。好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蔡英文20几年来经济成绩最烂的一个。台湾拼文化观光，绝对有它的未来。一个废核市，让国家损失将近4000亿。目标是把台湾打造成为国际和平区。投资孩子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。运用高科技跟自经区，提高产品服务的价值。拨乱反正，重返执政。拨乱反正，重返执政。高雄有没有变啊？现在的这个国体进白宫的标准，台湾安全，人民有权，非常不同。